Hello， 今日我嚟到 Northgate Park 呢度咧，係由 The Hill Group 同埋 Peabody 一齊聯手打造嘅大型綜合社區住宅項目，位於北倫敦 Harrogate， 結合優質嘅設計同埋社區活化，整個屋苑都被園林包圍，環境非常之優美。The Hill Group 係英國其中一間最具規模嘅私人住宅發展商，擁有超過20年建築經驗。佢哋過去曾推出多個獲獎建築同埋樓盤，以創新設計同高級用料聞名。另外 Hill 亦都係 Cambridge 同埋 Oxford 多個項目嘅發展商。Northgate Park 係北倫敦罕見嘅大型屋苑，今次第一期推出1至2房嘅公寓同埋3至4房嘅聯排別墅，尤其係聯排別墅，倫敦市中心十分之稀缺，成個屋苑只有限量供應20間，仲附帶車位，都係大約100萬英鎊，連倫敦當地人嘅詢問度都極高嘅。住喺 Northgate Park 返工同出街都好方便。其實住喺倫敦同香港一樣，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好重要。屋苑門口有3個巴士站，有多條巴士路線，搭8分鐘已經可以去到 Manor House 地鐵站，仲去到 King's Cross、Liverpool Street、Leicester Square 等重要地標。繁忙時間每隔10分鐘一班車，有啲甚至係通宵巴士。喺 Northgate Park 附近咧，都有好多好嘅學校，好似我身後呢一間嘅 Harris Academy Tottenham 啦，咁佢都係咧以學術成績優越聞名嘅，亦都被 Ofsted 評為 Outstanding 嘅中學。如果小朋友仲細咧，屋苑門口1分鐘已經有一個 Chestnuts Primary School， 屋苑內亦有幼稚園，全面兼顧到家長嘅需要。呢度去 Manor House 咁方便，但樓價咧就相對平咗30%以上啊！即係用 Manor House 附近1房單位嘅價錢，喺 Northgate Park 已經可以買到2房，而 Northgate Park 嘅聯排別墅咧更平近接近50%。如果你對呢個 Northgate Park 有興趣，或者想知其他嘅樓盤，立即同我哋 Benjamin Reeves 嘅團隊聯絡啦！唔好錯過我哋暑假嘅英國實地睇樓團啊！快啲 WhatsApp 我哋了解啦！ 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